自從2月捧走銀牌錦標之後，晨曦就一直冇法子揾到贏波嘅方法。若果淨係講聯賽嘅話，橙衣兵團已經連續8場冇波贏。喺主場招呼大埔，晨曦雖然稍稍處於下風，但係當侯宇救完險球，高美斯亦都冇辦法幫綠衫軍打破僵局，一個靚波就足夠喺上半場打救晨曦。43分鐘，鄭少偉接應梁子俊嘅傳送，擺靚個姿勢，表演一次倒掛金鈎，擺得出亦都做得到，波就咁入咗。晨曦上半場領先1-0。換邊之後踢到68分鐘，當鄭少偉單刀俾李漢浩用鐵頭功侵犯，球證吳超國將大埔門神紅牌趕出場，換晒3個人嘅大埔焗住要高美斯變身做守門員。呢個時候以寡敵眾嘅大埔防線亦都開始出現更加多嘅空間，潘佳瞄準晒先至起腳射成2-0。不過呢位入球功臣跟住亦都因為領第2張黃牌，同樣要提早翻入更衣室，人數再冇着數，都係10個打10個。大埔希望最後6分鐘翻身，基頓接應罰球頂入，都只能夠講句為時已晚。晨曦險勝2-1，聯賽連續8場不勝，亦都終於畫上一個休止符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報道。